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来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高队。马祖那讲台语，高甲无对比，100万奖金摕转去。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来轮队。讲台语，摕奖金100万，轮到你，好戏好戏好戏！对啦，好戏，今嘛真红啦。好，来上擂台。来，谢你，打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介绍阮这队，阮家己报名来哎呦听讲这好大就爱看咱的节目。哦，是啊，有好大无大，咱等下才知影。是，吼，好来介绍咱的队弟阿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瑶。阮规家伙仔拢足爱看这个专家有智慧的节目，所以今日带我的阿嬷、阿母甲我的阿姨做伙来节目。哎呦，是，好来先甲因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是来第二位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文，我是阿瑶的阿母啦。我是做国家护理师，我专门去厝内帮人换讲的。这真伟大，等下好我讲辛者哈。苦辛苦来个三个字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瑶的阿嬷。我是少年就咧做按摩，所以即摆拢总也搁咧共做。哇，若是有需要的人来新店中正路找我。这袂歹哦。有需要来找阿嬷咧哦。做按摩。欢迎阿嬷，来个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互你放讲讲、佮放轻松的放疗师乃文。我今日有找我家己调了放讲讲的油，想要送俾秀姊啊、甲阿秀。哎呦，感谢，哦哎呀，人来得好，够炸盘出来，够笑。当互你放讲讲、佮放轻松好，哦。我甲伊介绍者，因家己报名来是，阿瑶报的是毋是？是啊阿瑶，你谁那想要看？是因为爱看阮的节目，还是爱看公司台语台的节目？其实公司台语台甲这个专家有跳的节目，阮拢足爱看的。譬如讲最近台语台有这个体能王的节目，我阿嬷上爱看迄个节目，伊感觉足刺激的。哦，是不是阿嬷爱看马索，是无？不是啊，今日互恁体验者，真正有影无共款袂歹算哦哦。希望恁甲100万摕到转去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第二组的来爱介绍。是，往阮这边来介绍，阮这边吼，阿嬷迄边是迄个体能界，是阮这边是演艺界，演艺界欢迎咱队长罗卡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卡伦。因为阮公司感觉我这个人足无智慧的，足无智慧的足无智慧的，所以叫我来参加。哦啊，从阮公司的同事3个做伙来。来，阮遮你免惊，你尽量我讲。足紧张的，我手甲脚我拢流汗。免紧张，免紧张，放轻松，来，这管叫你偏起来。哎呦，来遮，嘿，来遮吼，就是尽量放轻松。对。感觉足袂轻松。无，你第一道来，你想要第二道来，你绝对会想要第二道这无来。我先带来小房间放轻松。唔免吗？这无你的代志，阿嬷就有啊。阿嬷甲抓阿嬷就有。对，等阿嬷甲你抓卡抓，你等你轻松啊。上进拢找伊啦。是，好来，即摆好我介绍咱的队友，来第二位。大家好，我叫黄秀珠，我是新人 N1。是，好欢迎你咯。来个第三位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孝伦，我嘛是新人演员。好欢迎你咧，来个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就是愈来愈黑的大伯。对，大伯，你啥来愈来愈黑？最近拢咧拍戏，我今仔咧拍迄个《戏说台湾》。即届演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大家拢伫咧拍你。是嘛？是你服务大家啦。对，不要紧，你若有什么无要落啊口刷嘛，我是，哎呦，赞！回起来啊！是，好，今日要介绍咧第一个问老师啊。是，老师会去新店区的，嘿，老师有来再去。好，来介绍咧第一个问老师。来，拨一下欢迎翁秀荣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阿公阿嬷讲台语，今日是世的福气，我嘛足爱马杀鸡。两边哦，拢真正足爱马杀鸡啊！一定爱去找阮的迄落阿嬷啦吼。不过今日咯上重要就是100万。啊对。大家看者100万就是现金伫遮。
真正是现金哦。啊，100先寄你阮家。好，来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是哩是要安怎调查咧？哦，譬如讲咱即马吼，足时行的无人机。哦，这就是新词啊嘛。是啊，台语安怎讲呢？阿姊。无人飞行机。哦，啊嘛有人会讲是迄个自动飞行机。啊，自动的。对。所以足侪新词出来，啊，讲法800种，阮就选2种上侪人讲的，啊来调查看卖，倒一种网络顶悬上侪人选。我分数咧。啊，咱即回拢中3题。3题。那拢要着上侪得了6000块哦。当然嘛，甲6000块先摕过来。加油哦！好，啊，一塔起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马克杯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马克杯。定定嘛有人伫讲马克杯，马克杯。毋过伊旁来的时阵，也是讲咱伫厝会摕，绝对是摕这种的。啊，哇，伊有足大杯哦。大个咧。吼，所以讲我较简单，我就是大底杯啊。哦。就是直接甲反讲大底杯啊，因为大嘛，马克嘛，就是大，是大底杯啊。啊，那像我这边吼，我感觉叫做茶杯啊。茶杯啊，因为伊是灰啊做的嘛吼，啊，但是是专门摕来啉水啦、啉茶，所以是茶灰啊。好，来，咱两边，请选择会当甲红叶不分开哦。来哦，来哦。必须。阿雄，边一边。试落。哦。哎呦，选好啊，选好。来，这边，拢选我这边大底杯啊吼。来，我来问一下阿瑶。其实是毋捌听过呢，啊，不过一般咱去食茶的时阵，迄茶食茶迄杯啊，拢是细细茶。迄个做熬啊嘛，就细茶对。嘿，啊，这马克杯讲是较大的杯啊，所以我感觉迄个大底杯啊，可能较合伊的意思啦。哦，嘛对咧，嘿啊妈咧。对啊，大底杯啊，较好捧啊。是啊，有影咧，大底杯啊，较好捧咧。对啊，捧较好捧啊。较正着啦。是。好，那咱这边的大杯。嘿，咱。红叶花红贵啊，红叶对啊。无定就是恁咯。嘛听过哦。嘛听过吼，大底杯啊嘛听过吼。无定就是恁咯。系啊，因为刚才伊送我呢。哦，因为阮两个拢唔知影答。我两个尽量唔知。是。好来啊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茶杯啊。恭喜哦！茶杯啊，伊占的趴数是52.1%， 52.1%，啊大底杯啊是47.9%，其实是差不多。啊，咱这个茶杯啊，因为可能用材质，因为一般这个马克杯，伊是用迄个粗灰，就是陶土来去做，啊烧出来嘛是油安尼，所以咱来讲伊是茶杯啊。啊，这个字，伊英语叫做 mug。啊，伊迄个就是迄个土的意思，啊，来去做迄个茶果，好，所以就是土变茶果，啊，赶快用迄个 MU 做开头安尼。我一直想讲是一个叫马克的人发明的。然后英国因遐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伫公司拢会啉汤，所以你迄杯啊若伤细块，你无法度去啉汤，好，所以伊就改做这款mug 安尼。好，来后一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储值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我这边是落钱。哦，落钱。哦，落地啊，落地啊。哦。那个钱放在落地啊内底。伊是一个放物件落钱啊。所以我是落钱。啊，那像我这边吼，我讲的是入钱。入钱。因为吼，大家有听过无？我明仔载迄张支票吼，人要弄入去啊，你钱甲我入啊未？我，你甲钱摕去寄喺某一个所在，啊钱入啊未？我感觉伊即马只是口座变成入咧迄张卡，储值，所以是这张卡。
赶快是入钱，嘿，甲钱入去，对吧？是哦，是我落钱。啊，是我入钱咧。来两边，咱请选择哦。必须阿雄，演一边。好来，你的入钱敢若较直直讲，我感觉是。因为我感觉即马少年人可能较袂晓讲六钱，所以入钱可能较简单，嘿，我较接去直接就甲入安尼。是，好来，换这边。我选辣茶啊，是我感觉有道理。有道理。嘿，辣茶啊。甲放伫裤底啊内底就对啊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入钱。这个阿雄的是占60.1%，是啊，迄个另外迄字吼，一般做名词是念做这个落地啊，啊，毋过做动词咱会用落，就是落钱入去，落钱对，啊，所以这个伊占的是39.9%，啊，一般咱迄个入钱拢是，若像有较偏较好的物件，譬如讲入批。还是讲这个音乐叫入耳的，吼，还是讲入黑入耳嘛是病会当得到治疗。啊，不过迄个落一般来讲是较无好，就是讲啊，我钱落遐济入去呀，啊，拢生理也是安怎安尼嘿。啊，所以可能大家一来是迄字伤过困难，啊，大家两个拢对，啊，不过有迄款好歹的分别，啊，过来就是迄个入。较好写安尼。好来，第3题来哦！加油哦！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海盗船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我这边较简单啦，海盗就是咱的海贼。哦，咱以前拢定咧讲嘛，伊是坐船仔顶，伊拢会去共抢物件，外走你的船仔顶共抢物件，所以讲我就直接甲翻过来叫海贼船。是，阿姊，我这边叫海船啊。海船啊，因为咧游乐园内底耍的时阵，哦，你耍嘛是安尼海，嘿，对，海盗船咧就是安尼，哇，那么悬，那么低，海甲真大来，嘿啦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叫海船啊吧。好来，咱两边请选择，到底是海贼，阿雄，还是我海船啊咧？来哟。哎呦，这边是我的海贼，较济。好来，阿瑶。海盗就是海贼嘛，啊，这直翻我感觉意思甲迄个一个意义可能都是到达，嘿，所以我感觉海贼船是会使。我嘛感觉海贼吼较有直接啦，因为伊个你若冰船啊会安尼翻来翻去吼，就是足济拢会安尼无正，啊，就安尼嘿，啊，等下无正无好，啊，就变过啊。是啊，伊这海贼。较有你选的是迄落啊，海船啊哦。其实咱嘛唔知呢，就是分刷风险。这两边拢听过，我嘛唔知要选倒一个。啊，你较接听到啥货？较接听，我拢无呢。大家拢讲国语。这较少，听较少。好，拢讲华语的吼。无定就真正是华语直接翻就好啊。哦，无得靠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海贼船。哦，来有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得了2000。嘿，啊那轮的咧？恭喜得了1000。哎，嘛是有分数。好，美秀的海贼船占68.9%。所以比例真悬，啊，这个海船啊是31.1%，啊，这个海贼船我感觉应该是有受到迄个就是网架海贼王的关系，所以大家较现代囡仔可能选较亲近的这款词，嘿，啊，不过阮是拢讲海船呐，海船，对，啊，拢会使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分数，好来，嘿，咱的牛队，即马有4000，咱队咧。毛3000哦！哎，不要紧，差这1000，咱搁继续拼哦！加油！来，今日去咱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AI 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对，等下就要看过去啊！分数要哪算？啊，咱这回合拢总4题。每一个人拢会来回答，啊，若拢摇到，上侪得到12000块。哦，
每一个人拢有分数，吼，好来手放在顶面，听我讲车手搭，咱才会当吹落去哦。好来，上个咱先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看的是农民吼，上爱用这种老土油来烘啦。哦，来烘哦。来，咱先看下面。哦。哦，哦，叔叔，你还想我上面用烘的哦？哦，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是今仔日吼要带恁来去咱的宜兰东山佚佗。是啊，歹势是台南的东山啦，要带恁来去台南的东山佚佗，看这种物件吼，伊是用烘的加工品。啊，会使甲恁小提示是乌色啊，皮皮啊底啊，皮皮啊底啊，你敢知是用啥物假纸做的咧？是啥物假纸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东山是毋是柑仔呢？哦，的水果啦。啊，毋过菱角啊，毋是水果啊。毋是伊烘了个，烘了。我头仔讲的是。烘了解，安尼应该可能是灵眼瓜，可能是乌的款哦。安尼可能是。你捌食过无？我拢食迄个算桂圆鸡卵糕迄款的。灵眼瓜。对，桂圆就是咱的灵眼，咱的华语就讲桂圆啦，是。好，应该是灵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灵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这是东山遐吼有200担的历史啊，是用这个老土窑，啊因兄的茶嘛是用灵眼树，所以就是规个拢共款。啊，拄则迄是已经咧建啊，啊袂正讲咧烘的是，伊是迄个为1楼才烧，啊请烟请去你2楼，啊所以烘出来迄个灵眼干差不多3斤半，才会当烘1斤，所以伫个灵眼干是足宝贵的，啊足补的，啊毋过咧食的是毋好配伤济茶，啊无伊迄个膨起来，听讲有人食的迄胃的拄唔拄好安尼，所以爱炸迄量伊足好食的。佫有3位哦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免紧张，算一届你就知影哦。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啊，刷落来要互恁看是1933年起的车头。车头真足看哦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这有真明显啊哦。哇！啊，拄仔看到这建筑吼是1933年到即马，伊的外形外观拢无变化的一个车头。请问这个车头是啥物名？但是伊边啊，头一张图有一个敢若喷水池哦，喷水池哦，足明显的哦。古早搁进外观拢无变，遐是倒位咧？刷落来要互恁看是1933年起的车头。车头真足看哦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古早的哦。太古早，太古早。真古早，车头在倒位？这有真明显啊哦。哇！真明显，对。足明显。看无？无看到你吼。无看到你啊。好，来，大家提示哦。来，我们出题哦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中南部佚佗。中南部。嘿，拄仔看到这建筑吼是1933年到即马，伊的外形外观拢无变化的一个车头。啊，提示足重要来哦。请问这个车头是啥物名？但是伊边啊，头一张图有一个敢若喷水池哦，喷水池哦，足明显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卡伦。这有喷水池吗？你是看伊？各位唔通，迄个管区喷水池真济哦，迄个管区喷水池真济哦。对。好来倒数。台南。哦，袂歹，好。台南足侪食的。有影。台南。赞。台南老师对唔对？
唔对，哎呀，其实真简单啦，台南搁较落来啦。我知，倒位搁？较赖哦，你搁较起来，搁来。起啦起哩，爱起哩，爱起哩。嘉义，嘉义。嘉义，好，来，老师嘉义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1933年，佫是日本时代，所以后壁迄店佫有迄个算迄字，吼，迄日本字吼。啊，另外即个嘉义即个火车头到今拢有，伊是咱全台湾第一个用即个空骨力起的，吼，所以伊足用的，啊，佫足就是东车时，伊佫是三铁共构，是安怎？伊第一个就是咱南部唱冠线的。即个起点嘛，吼，啊，过来第二就是有阿里山即个支线，啊，第三条就是伊驶位迄个海边啊破住遐去，所以伊是台湾第一个三铁共构的即个火车头，啊，到当拢个伫咧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后手讲两位搁通啊拼哦。加油加油！是吼，咱通啊搁拼起哩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啊，你即马家己坐你的车，你有感觉怪怪无？还是感觉有困难啊？是安那？袂啦，袂吼，袂，咱就来试看卖哦，老布丁哦。好，来，是目睭看较无尔，目睭看较无。好，你有啥问题？因为雾雾看无啊。无，因为即马有光。吼，嘿，不要紧，你豆豆啊看，我加较侪时间互你看，吼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刷到来要带你来佚佗咯，民国60年代的鹿园。哦，60年代鹿园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民国60年，哇，这鹿园。我才几岁尔咧？哎呦，哦，我去到真趴呢。好啦，哦，哦，名声顶悬啊！有哦，有写一个哦，看无啥地，看无啥地。伊遐写可口乐园，嘿，阿妈我会念出来，你放心。是，等下再甲你讲好啊哦，吼，啊，毋过你拄啊有印象就好啊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仔日就是带恁来鹿园佚佗，头拄仔看到就是可口企业，伊起的一间可口鹿园。啊，你敢知？这鹿园伫倒一个县市？是倒一个县市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哦，来，阿嬷真勇敢。先吹了再讲。我吗？是。台南吧，台南。哦，阿嬷捌去过啊？你有印象哟？你捌去过？嘿，捌去遐啉可啦。哦，即马敢够有？我唔知咧，敢若无啊？爱问老师哦。是，所以讲你讲是台南。嘿，好，来，老师台南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有厉害，来分数。终于吼得到3金咯！这是伫迄台南新区，啊是以前是台南县，啊即摆规个算做伫台南市的新市区。啊，迄个所在吼，因为因有起一个大公园、大花园，啊有中国式的，就是迄个台湾式的，啊搁迄个西洋式的蓝做伙。啊上主要是有一个大停车场，所以迄当阵就时间去遐游览的。啊，刷了我是要甲大家讲的，就是讲伊足有名的饼是可口奶汁，啊搁脆梨酥，就是迄个小瓜呆迄个。啊，毋过足侪人会误会讲迄个可口奶汁叫啊，伊甲迄个美乃滋有关系。是。啊，毋过无，美乃滋是白醋咧运的，啊，伊即个可口奶汁是 coconuts， 所以伊迄个饼就是椰子口味的，到近拢是足好食的，就是正港台湾味这样。安尼嘿，好，多谢。有当时啊，通要来食一啖散一下，嘿，佮想到咱细汉的时阵，这真贵呢。对啊。嘿啊，迄样子要买无啥会起咧。阿嬷你真牛呢。厉害哦。不要紧，咱即摆看者1300甲咱的3000。啊，你那介意？你呢？爱拼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啦，无压力啦，哪有压力？就看图，啊，咱来摇，
倒位尔？你有压力哦，大伯？有哦，足大的。你倒位压力？讨论要叫啥物车？你对啊，迄车等下几点到？咱即马吼，这压力真大啦。乃问讲伊压力真大，因为阿嬷又会出来啊。嘿啦，我是内底上肉的啊，吼，大伯。没，因为吼阿嬷这是伊的年代，对啊，伊多差不多伊好知影。少年查某囡仔的时阵的年代，所以讲伊有去过，这是应该的啦。对啦，是啊，因为民国几年。 60年63代，的，对啊，所以讲50年前啊是应该，所以讲咱不要紧，咱是互咱去想啊，以前古早时代是安尼啦，互咱看者，啊，咱通摇，咱就尽量摇，唔莫有压力的，莫有压力啊，等你车就来啊，你车就来啊，吼，你讲你放轻松啊，大伯啊，吼，来，我准备好啊，准备好啊，吼，好来，上个咱车就是，是选来要带恁来看的是伫咧家己香火足旺足兴的寺庙哦。好来，咱先看遐面。 哦，嘉义哦，这也太可了吧！庙呢？哇，哦，真水哦。哎呦，哦来啊来啊，哦，清澈哦。你敢知啊？我敢知影哦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大伯，车你要到啊？车你要到啊？第五。 还袂念呢，系啊，对。好，来，我要念哦。注意哦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车出题。今仔日要来庙的佚佗，啊，拄仔看到就是台湾唯一一间有水静桥封号的一间寺庙，伊吼是伫咧嘉义，你敢知是倒一间庙咧？好，倒一间庙哦，来手更好，车手答。一间庙来，我嘛想要知影倒一间。嘉义哦，来，是倒一间庙。破教寺。哎呦，我敢若捌一间尔。破教寺。可能有咧去，有咧行啦。哦，阮阿爸囥伫遐。哦，是塔庙。即马有的庙内底有专门红空的啦。哦，是。迄是寺，毋过毋是庙。啊，毋过即题我嘛毋知。破教寺老师对毋对？毋对。对哦，上面迄那啦，安尼个牛哩，车拢来啊呢，来。新港奉天宫，嘉义。我唔知啊，我真正唔知啊，嘉义有车庙啊，嘉义这间庙大庙哦。啊，只要甲提示无？好啊，提示者，好提示，好来提示啊。伊这种庙吼，全省拢有啦，新竹上有名。是。台湾嘛，台北嘛这种庙。新竹的什么是？好咧山内啦吼。甲伊讲水静桥呢。哇，系啊，总之关咱的落来啊。新丰庙啊，嘿，新丰庙，搁念者。新吗？嘉义新丰庙，新丰庙，嘉义新丰庙。好啦，拜托的啦。爱心梅小姐，我直接假是无？嘿啦，爱比出来，爱比出来。好来，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。好啦，差几班啦？我讲叫你讲答案，唔是讲差几班。嘉义新丰庙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健康。恭喜！加去无歹去啦，来，分数我加入去。恭喜加3000咯！这是嘉义吼，啊，因为迄个伊是三大古庙，啊，其中这个古早伊叫做迄个朱罗关嘛，啊，伊管的范围足大的，所以较会有迄个水晶迄个事出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是固定的古迹，嘿啊，城隍咱一般一个所在敢若一个尔，因为迄就是城嘛，啊，隍就是迄个后城河安尼吼，所以敢若一个所在敢当有一个，嘿，啊，这个是嘉义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高价，今嘛有13000。好，啊，那咱轮呢？今嘛有6000哦。哎，嘛真好哦。好，来继续进来咱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来，我对，哎，问号，哎，这问号是啥货呢？哦，
这问号代表的就是奖金啦。奖金。嘿，少的吼1000、3000，啊若多就是12000、15000哦。哦，所以伊的题目就是你这8提示内面对吧？是。来，咱提示念一下。好，活化石、活化石、爬、换人、猫啊，8点档、8点档、乘风牙、乘风牙、骨、毛，嘛使讲萌啊。哦，所以伊的题目拢是伫内面哦。嘿。哦，是。好，来，咱有2个提示。队长，咱若袂晓回答的时阵，咱就通啊同齐改同齐，可能15000啊，咱袂晓，要无去拍算对无？咱就要紧来救人哦，咱队友就通啊互相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好，啊，搁一个是咱若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提，紧来甲15000提起来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嘉伦。哇，这根本唔免算头一个，我算嘛8点档嘛。8点档的吼，对你来讲较熟。好，来咱看者哦，8点档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7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8点档的故事，若是有人说缘投，若是有人说缘投是咧讲伊养小白脸，还是讲伊吼减肥变帅哥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说缘投哦。说缘投。说缘投。嘿，是咧讲减肥是3、是养小白脸。是养小白脸。还是减肥变帅哥？是。说缘投。说缘投。说缘投。奇怪，我较早我演戏内拢无听过这句话。哦，可能个台词无写着啦。啊，是你的角色拢唔捌说缘投过。因为我拢演手人红晒的，所以我唔知影，我无拄着小白脸，我嘛无拄着减肥变缘投的。是。所以讲你摇一个啊？摇一个啊。说缘投。2个选一个。我知影，应该是小白脸啊。哦。应该是啦。应该是哦。啊，有信心。一定爱。我一定要听到7000块。忽然间大声安就对啊。你讲我看到我的认真嘛？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甲提供不要讲，你的答案是。感谢你。你的答案是。老师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我敢是对的。咱你的答案是。来看者养小白脸对唔对？来，分数先甲加落去。终于得到7000咯！冰雹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一般缘投咱是较讲男性嘛，所以迄个说缘投的，哪像 set up 啊，不管是就是家己去找啊，是安怎，总是一个设计出来的物件。啊，这是找迄个小王嘛，吼。啊，若准讲查某的做人的迄个小三，咱一般就是讲斗伙计，就是伊人讲，因为因以前拢假影讲啊，迄是我的新郎，迄是我的贵嫁安尼，所以是斗伙计。啊，咱这个。找查甫是说缘投，找查甫不是讨客兄吗？讨客兄嘛是会使，啊不过这个嘿拢无好听。对，讨客兄听起来就敢若吼，较歹听啦，较粗啦，无对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换你摇，阿瑶，恁想要选倒一个？要选倒一个？你想要选倒一个？你选迄个？选迄个。魔化石啊！我感觉就是下面的，一定分数就悬的，这钱就多。啊，我来选一个鸟啊，好无？鸟啊！哦，好来。选鸟啊！咱来看一个哦，鸟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52000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新北市什么所在过去吼有咧乌涂炭的产业，啊，伫咧这几档呢，遐变做真侪古水的鸟啊，煞变做一个真出名的观光景点呢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哦，这真明显啊哦。对啊。嘿，观光区哦。好。这个所在我有去过几啊届啦。哦。应该是高档。高档。高档。是，你捌去遐去佚佗？我去佚佗，啊去看鸟啊，迄鸟啊拢足古水的。哦。厉害哦。好，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高档。来，咱来看者，高档对唔对？好来，分数
易得到万里咯！哇，就愈有愈济啊！啊，这个所在伊以前是做乌土炭的，迄当阵有成立一个公司叫做家人炭矿。这个株式会社，啊，伫迄搭遐差不多全台湾有7/7的土炭拢是为遮来的，啊是后来这个无去，就是讲这个产业无去了后，较无去了，总啊进较有一寡鸟啊，其实是一寡流浪鸟，啊，毋过应该饲出一个特色安尼，嘿，啊伊的发音爱叫做高东啊。高东啊，嘿，高东啊，高东啊，嘿，好，多谢。好来，卡路马里瑶，今年万五。选一个。万五呀，你唔讲迄个万五？嘿，我绝对袂晓的啦。我选一个顺风牙。顺风牙，好来，咱来看下顺风牙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1万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七爷八爷是新丰爷的护卫，嘛号做下环将军，甲环下将军拢有。啊，你敢知影倒一个是下将军，是七爷还是八爷咧？一个较落，一个较一肥啊一肥啊。好来，我感觉是。你要家己讲，还是要救人？七爷。你有拍过这种戏吗？前2天我有去拜新丰爷，所以我这个时阵就感觉我会选伊。是七爷，七爷应该是吧？七爷八爷倒一个合作下将军嘞。请问七爷八爷是新丰爷的护卫，嘛号做下环将军，甲环下将军拢有。啊，你敢知影倒一个是下将军，是七爷还是八爷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一个较落，一个较一肥啊一肥。好来，会当救人哦，因为1万块呢。真侪钱哦。我是感觉是。你要家己讲，还是要救人？七爷。哦，你有拍过这种戏吗？我有吼，甲神明我有感应。哦。我是拢咧拜拜。哎呦。所以我前2天我有去拜新丰爷，所以我这个时阵就感觉我会选伊。是七爷，七爷应该是吧？是，好，不是吗？你的表情有点我会惊。来哦，七爷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有一定的1万票。这一般人就是讲，因除了身高无共吼，啊嘛是色无共，所以咱这个七爷八爷，若做伙叫，就是迄个乌白无相嘛吼。啊，若分开来讲，就是七爷伊较悬，啊面较白，是，那像较缘投型吼。啊，迄个八爷就是较矮，啊面较乌，嘿，所以安尼就去记。所以咱的答案是七爷。对。好，来换你摇，阿瑶。你要选倒一个？要选倒一个？骨他无？啊？你讲骨啊？看你骨哦。对一个较想要摇。哇，对吼，阿妈有咧讲迄落吼。好啊好啊，安尼来选骨好啊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下骨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5000，嘛真好哦，他去就是3万啊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好肌骨这个词是形容人的身材，还是树仔的生长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身材还是生长？哦，袂使偷看哦，嘿，来，好肌骨，好肌骨，应该是人的身材哦。人的身材，因为讲骨头嘛。树仔毋是骨头，树仔是树类啊。哦，台语就好诶呢。树类是什么？假。树梢。哦。我呢，我选人的身材。人的身材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人的身材对唔对？来分数。容易啊，得到5000咯。哇，愈有愈远啊！好，
好，这个是人的身材，不过是特别讲查某人的身材，讲伊肌骨生了袂歹安尼吼，体格真赞。啊，若讲查甫是讲汉草，啊，因为你这讲查某，咱一般有一个俗语，就是讲咱生会过加州芳，生袂过四地帮。啊，若准讲你这个生一个囝，你就是6九枝花，啊，落一个领8九领皮，所以拢用这个树花啦、树这个树枝的树枝安尼枝叶来形容女性安尼。好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卡轮换你哦。加油哦！哦，咱选歌人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歌人。歌人。歌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歌人的奖金有偌济。哦，哎呦，袂歹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歌人的时阵，真侪人会食姜母鸭。啊，你敢知影姜母鸭是姜母甲鸭，还是姜甲母的鸭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姜母鸭是姜母甲鸭，还是姜甲母鸭？来，你要看救人遐，你要先看要救人啊啦！来，亲爱的朋友啊，来，嘿，是姜母甲鸭。姜母甲鸭，捌食过啦吼。嘿，捌食过。爱经迄姜母爱经咗久诶。哎，对。姜母甲鸭。好来，姜母甲鸭哦。好来，咱看下姜母甲鸭对唔对？来，民众嘅家里去。所以你就高兴咯。这就是吼，姜母一般爱种10个月，啊，所以种出来伊款吸收天地灵气，啊，搁迄款较粗细安尼吼，所以伊煮起来迄款香味较有够。啊，另外迄个鸭，伊是迄个鸭肝，毋是鸭母。啊，因为鸭肝就是伊的迄个较粗嘛吼，啊，搁较。迄个肉较硬，所以会当煮足久诶，吼较耐煮得对啊。所以咱这是姜母，加鸭肝安尼较对，啊，简称姜母鸭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换你阿瑶。阿瑶，我来选，无选迄个活化石好啊。活化石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活化石的奖金有偌济。这应该是管。来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这应该是管的。请问俗语讲，好好啊，什么抬甲赛老，是形容一个人吼真含慢，连简单的代志拢舞甲乱糟糟。啊，内底讲的什么活化石是动物，是什么动物呢？来60秒的时间。好好啊，什么？抬甲赛老。万五，可能爱看一个救人咧。哦。哎呦，嘿。这化石的动物，你敢会晓？好，大家赛哪老？好，够厉害。捌看过哦。我是捌看过啦。哦，你捌看过伊本人哦？这可能我唔看过本人，这可能都市内底较歹看去看。对。啊，不过我相信我的阿母阿嬷是好。你的答案是好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好对唔对？好，伊的写法就是顶管那像上学啊，第一个鱼啊，迄个字嘛吼。啊，咱这个好，伊叫做活化石，就是自古早到今有，还有一个名叫做夫妻鱼。因为咱的俗语内底除了一句“好好大家赛老”，表示讲迄个鱼啊，因的个性吼，毋是收水哦，伊是食壳咧，食迄个吼，所以伊足温顺的。伊袂乌袂重，无像鱼仔个会摇来摇去，啊，所以你遮简单的代志，你阁无甲做好好。啊，另外因为伊叫做夫妻鱼，所以你若人有一句俗语讲，掠着工衰三冬，就是你讲拆线去啊，安尼，啊，就讲安尼较无好，嘿，所以这是关系伊的即个俗语。好来换卡轮，毛，来咱来看者，毛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袂歹哦。3000袂歹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台湾有真侪所在拢用红毛还是红门来号名？有红毛港啦，嘛有红毛城。你感觉伊是甲什么国家的人有关系咧？好，来留10秒的时间，甲什么国家？那听到这，你应该拢会知影啊。哦。荷兰。荷兰，荷兰，对，荷兰。阿姊，伊看我来讲荷兰，我讲唔对。荷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荷兰对唔对？上主要就是因为因当初有一段时间来。那像有伫遮失眠嘛，啊，伊个有去一个城安尼吼，啊，毋过有部分的人就互赶出去，所以伫遐就定调一寡红门港啦，也是讲迄个红门城拢有。啊，即个红门是因为因的头门就是较红，甲咱拢无啥共，咱就就用即个外形去共叫。啊，其实即个红门。的影响，包括咱的红门图，还是咱像我高雄腔讲红门图，这拢是一寡红门的迄款音的变化，嘿啊，所以是荷兰人。上尾一个哦，这一定就侪钱的。这是叫做趴哦，足足趴的趴，摔趴的趴，摔趴的趴。后来咱来看者，趴的奖金有偌济？袂歹，投机就好啊。投机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乌狗遐是咧形容查甫人真拍，啊，若是要形容查某人真拍，咱用什么动物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乌狗该配啥货呢？形容查某人摔拍，应该会讲猫哦。是哦。我嘛知呢。嘿，讲一个查某人猫型，就是讲伊可能足拍迄个意思。所以我感觉是猫啦。猫对唔对？对吧？咱即个乌狗当然是较形容查甫较搞走安尼啦，吼，世界足歹安尼，因为这是乌狗跟乌猫拢是咧形容，就是较时髦啊，世界走世界去登风行的即款人，啊，即个相对狗的相对就是迄款猫啊，咱像较温顺安尼吼，所以咱即个是用乌猫子、乌狗兄来形容。啊，咱台湾有一个迄个乌猫歌舞团，嘿，迄嘛是当初足侪大名车拢是为遐出来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就要紧来看咱的分数，嘿，看阮的牛。今嘛有46000，真牛！好啦，轮咧有35000哦。哦，嘛真牛哦。好，起来，咱的7秒，1000斤。7秒，1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一下，互恁一个图看，啊内面都是俗语。无错。啊，你斟酌看迄图，啊，咱分数安怎算？因为头先46000嘛，所以今嘛就46秒。哦，咱这是算秒的，一分就是1000哦，46秒，安尼无够呢。佮加30秒，变76秒，好唔好？好，76秒哦，加油哦！分数愈济，奖金就会愈济啊，对。好，好来加油哦！来，上回咱请出题，大概你这是啥？有看哦。哇，一对坐你啊！哎，走去面甲有嘟嘟哦。面有面槽有无？后壁哦。对。后壁迄是一个篮内底是放银啦。迄是一个。哦，这意思就是讲吼，我做袂到，煞讲别人的唔对啦。拢总46000块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去咧？加油哦！分数愈济，奖金就会愈济啊！好，好来加油哦！来，上回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来，6个你这是啥？有看哦。哇，一对坐你啊！哎，走去面甲有嘟嘟哦。面有面槽有无？后壁哦。对。后壁迄是一个篮内底是放银啦。哦，啊后壁银啊，到过去迄就是一对嘛是翁仔某有啊，后壁迄查甫为头前个查某甲揽的有无？对。有无？来，紧个哦。看。你甲提示者。哦，这意思就是讲吼，我做袂到，煞讲别人的唔对啦。袂使看花厝边。正确。对。我在正好咧。
袂生嘛，因为你看后壁有一个囡仔，对啊，头前这奥嘟嘟就可能生袂出来啦。对啊，后壁还有西传娃娃也有啊。是，后来真正大家拢伫遐听啊，你甲看，咱拄啊几秒。哦，还够47秒咧，对啊，真厉害啊！不过拄啊听伫遐无叮当袂得，安尼无好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三日后边讲了解。对，看几个字知影，你一直讲。对。好来，第二题来哦。加油哦！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来，大家你。食无三百应菜，就要上西天。哦，正确。啊，你看算是应菜吗？我看你想要上西天呐。哦，你看阮是咪对恁遮好？全部遮济你写一半。你看有看到应菜嘛？应菜。刚看袂清楚。对，食无三百应菜，就要上西天。对，无唔对无。这意思就是讲吼，啊袂晓行就要飞啦。对，安尼袂当，咱做人一定爱脚踏实地，一步一开。无唔对。好来看秒数，42秒，讲一题咧。好来，第三题哦，关键来哦，42000哦，42000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哦量，我的量哦。量大叫好，唔是量大叫好，有量叫好。啊，正确。有量就有好啦。哇，你也看真好。来看着秒数，今嘛有34秒。最奖金我这34000了。有这有影爱有量才有好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来，今日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，恭喜阿瑶！来，还佫有一奖牌哦。好听，对，这意思就是讲哦，咱观众朋友若真正看有趣味哦，不要紧，因为阮即马要入去咱的复赛啊嘛，对吧？进前拢会使报名。无唔对，你若报名来吼，哦，嘛头像因安尼哦。3万外的奖金咧。对，你厝的甲真正看甲遮无共款，是不是？会困难无？足紧张的，因为紧张较济啦。系啊，摕这一奖金都讲会，敢袂受限。是足趣味，较济你喺电视看无共款。我想要过来呢。想要过来吼，会啦，恁会过来第二道，就是咱的复赛。对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的王秀荣王老师。谢谢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拼来去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哎，感谢，谢谢，下回再过来，谢谢，阿妈谢谢，谢谢大伯，我们再过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大伯过来吃哦。